好，今仔日是2月29，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头前武汉肺炎以来群聚感染，另外一个是旅游回来才确诊，目前台湾有39例。台北捷运宣布，伫台北车头板南线入口到红外线的机器，旅客体温若超过18度，会拒绝加载。连假第2日，目前国道5号头城到平南北向路段暗时会塌到半暝，明仔载过道天气无稳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公布国内头一站武汉肺炎以来群聚感染事件，包括3个护理师和1个清洁工。这推测护理师虽然有挂喙暗，不过手可能洗无清气，摸到鼻甲喙，才会受到感染。加在其他共病的患者采检了后，拢无验到病毒。另外，还有一个是对杜拜、埃及旅游回来才确诊的病例。目前咱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数计共有39例。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一困头增加5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前一阵公布第34案，就是北部50多岁女性，最近无出国旅游史。伫这个月14，因为加血糖症情形去挂急诊，21出现发烧加嗽、拿喉痛，一直到26才确诊胃着武汉肺炎。毋过，就伫住院期间，一名病院急诊的清洁工甲个案住院了后的3名护理人员，伫18到25之间出现加嗽、流鼻水等症状。4个人采检了后，拢出现阳性反应，各伫29确诊，这正做国内武汉肺炎第一件以来群聚感染事件。虽然说还不太确定，按34它的可能感染源，那不过这是可以确认啊，这是一起这个院内的感染。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要求病院将34案确诊进前住的病房关起来，搁进行环境消毒。好在共病房住院患者采检后拢是阴性，目前已经到指定单人病房隔离，指定环境也采检90外点，也拢是阴性。目前相关接触者有270人采检，186人，其中183人阴性，3人在检验中。分流分仓，都有落实这来做，所以不会说一下子要到达封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增加第5例病例是北部60多岁女性，伊伫1月底甲亲友到杜拜、埃及等地旅游，共团旅客除了个案以外有36人。回国进前，伊出现喉痛、加嗽。28看医生采检确诊，正做国内第3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在这样的一个飞行里面。长时间的密闭的空间，有相当程度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再也提出警告，尤其长途飞行的旅程，能免则免了。另外第33案，也就是北部30多岁男性，前一阵仔对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回国了后确诊，已经才也共团旅客甲一场接触者67人，其中3人有症状，已经住院隔离采检，其他会进行14天居家隔离，佮安排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做1级开设了后，指挥官陈时中透早去桃园病院和台北荣总视察。伊讲桃园病院是挖近机场，也是后送的防疫病院，就要提早准备防疫的工课。若各病院就要加强管制，包括管理外国看护的措施，嘛希望民众尽量莫去病院探病，较袂烧话，嘛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伫桃园市长郑文灿陪伴之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9早起去卫福部桃园病院视察，因为桃园病院离桃园机场上近，因讲是第一道国门后送防疫病院，所以院方超前部署，为急诊开始分流，搁伫户外设隔离区，若是发现有肺炎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者疑似的病人，都会收治伫负压隔离病房。我们目前桃园医院的负压病房呢，总共有12间。那么要应付清明节这一部分的话呢，12间我们当然会全力的以赴。陈市长顺势7楼负压隔离病房，因为未来会专门收治确诊甲疑似武汉肺炎的患者，防止甲其他流产的病人互相围着。另外，也是找访客陪病甲挂一看护工的管理措施。不要让他在各楼层这样来招来招去，也是公益有同伴，几家无同的楼层，然后大家互相在那边又。见面跟聊天，要劝自然不要，他是陪病来的嘛。
不止要求科学病院做好超前准备，医学中心也是共款。但市长各赶到台北前总视察急诊发烧体检甲病房整备状况，伊强调伊无赞成病院对非法挂号通报起发，若无照护诊条报告，恐惊增加医护人员负担，反倒对疫情无帮助。这个时候要在通报来把它解决，那造成需要陪病者的没有得照顾，那谁要来照顾呢？换句话，医院可能要用护理的人力来补这个空窗，那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不合理的事情。但市长要求医护人员要做好防护准备，也呼吁民众尽量莫去病院看病人，应用视讯方式表达慰问，减少社区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台北捷运宣布，即时伫咧台北车头的板南线入口遐加设这红外线的机器。若有旅客体温超过37.5度，会阁用耳仔度针来磅。准讲这体温确实超过38度，就会拒绝旅客坐车协助就医。那台铁局嘛公布讲，台北车头呢大厅自今仔日下晡到4月30日禁止民众坐点涂骹。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展演大厅黑白格区。会有最有情形发生的旅客一个群聚席地而坐，而且逗留的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们目前暂时以针对这个大厅的一个黑白格区的一个，希望民众配合，那我们来共同抗疫，然后守护台湾的安全。台铁局说明会伫咧车头大厅四边采牌仔来广告，嘛会含员警同齐巡查。若拄着有坐伫涂骹，也是一群人群组做伙，就会可劝因离开。台北捷运嘛表示讲，有讨论要伫咧运动较大的站，佮加设这红外线的机器。高铁是讲，因已经有买24组，会先到伫咧旅客进出量较大的车头，另日专线嘛拢会到。即阵疫情退烧，网络疫情的假消息嘛是夜夜飞。刑事局今仔就讲到，网络有流传假的总统府令，因为有掺一寡简体中文字，还有微博口罩的浮水印，所以警方是判断讲，这是中国特定的社群网站在放假消息。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炭烧，刑事局接到网络流传假的总统府令，内容以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法临时管制条例的不实条文，因为出现简体字以及微博小号浮水印，警方查办发现是一名叫做孟中邦是好邦的微博主所捏造，伊发文讲家己风跨性通缉。这个画面的左上方也有出现这个伪变造者的昵称的浮水印，那研判应该跟昨天在网络上流传的不实的行政院的公告的手法是相同的。警方研判，这个假总统令甲2种假行政院公告，拢是由中国特定社群网站流出。另外，马协报有网友中做电视新闻捏造总统蔡英文疑似感染肺炎，送假日备办的假消息，无情锁定特定小号情2早，武汉肺炎影响全球。网通泰国宣布，自台湾、中港澳、日本、韩国甲意大利等国人民入境泰国将被隔离24天。外交部说明是假消息，因为限制特定国籍的外国人士入境。也没有针对来自台湾的公民有任何的管制。宜兰县府警察局伫面册社团发现，台湾网友转达台湾疫情失控，军方接管台北，依蔡政府当假消息疫情北人等不实消息。就是说，台北现在一车一车的尸体往火葬场，在拖去烧毁的，等散播不实的贴图跟文字啊。警方伫网友破文的14点钟来通知大部分的人到案说明，事后将人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表示伊违反纾困条例，上当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0万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炭烧，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恐吓共款无停困吼。这昨下晡呢，阁有中国轰落的军机飞来台湾，咱国防部是讲专定有监控，不过中国嘛强调讲，这是针对台独的势力，经过民进党政府就要有准则。不过，这时美国的参议员嘛有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就要派高阶的官员来出席蔡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国内部武汉肺炎疫情也咧炭烧，对台武力威胁也无停过。礼拜下昼4点，解放军阁派出轰辣轰炸机出海演训，甚至一度进入咱国西南海峡防空识别区。这是继续初到初十，占11轰落了后，阁拢伫咱国的防空识别区。咱国空军至少有4度透过广播警告。在进入巴士海峡之后，立即依照原来的航路飞返驻地。期间，国军全程监控，没有特别的状况。国防部强调，专程掌握
民进党认为是批评这是中国为了要转移疫情压力所做的惹事行为。不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是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阵表示，解放军巡航拢是要维护台海稳定，针对的是台独势力也有分裂的行为，更加警告民进党当局唔通损毁。到伫中国提悬恐吓的力度的时阵，美国参议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甲李启定议员立即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派出高阶官员出席蔡总统520就职典礼，传达支持台湾的强烈信息。美国国会两党通过这么多友台法案，而且鼓励这个台美之间有更高层级的往来，可以被想象，而且也不是刻意要去刺激北京的一种做法。决议案也讲到，美国政府应该支持台湾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反制中国想要孤立台湾的行为，并且伫蔡总统第2任期答应深化美台关系。咱国外交部表示，政府尊重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的安排，并且表达诚挚欢迎。未来将会继续甲美国行政部门甲国会深化奠定共享价值的台美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捷运环状线伫咧3月就要正式收钱。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就去视察这防疫的事工，针对32例无牌外国刊号，要坐摆坐大众运输工具，是引起各界真惊吓。那新北市嘛提供刊号坐车有挂喙暗的监视器画面。台北市副市长黄宣宣就建议中央讲，会当针对这非法的移工，佮启动自首的专案，互疫情会当较好控制。而且至进站有100秒的停驶时间，清洁人员进入车厢，针对立条有权加换手加强消毒。新北捷运环状线3月就要正式收费。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来到新北产业园区站视察防疫作业，指出捷运营运1个月累计运量超过150万次，平均每天有5万人次。也毋过拄到武汉肺炎疫情，决定伫离峰时段安排清洁人员分别伫新北产业园区站甲大北南站的列车车厢加强消毒。到底要不要全部在捷运戴起口罩来？这一定要由中央跟地方大家统合协调好以后，一致性的动作大家才来做。所以这个部分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法令给中央。对目前无强制要求坐捷运挂喙暗，侯友宜除了表示有高成的旅客落实自主管理，也强调需要中央甲地方统合，才有一致性的动作。至于咱国32例确诊个案，非法或者看好16到19摆坐的大众运输出入台北车站用膳时引起外界议论。对此，新北市提供看好坐车片段，虽然有挂喙暗，客运公司随调回收为车辆消毒。他们连证件都是伪造的，所以会造成医院查核上的困难。我们现在对于外劳的部分，我们认为说是人道关怀，然后防疫优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的不是要把他抓出来，而是要让他不要成为防疫的缺口。黄珊珊向中央话话，针对非法移工再次用自首专案，透过减轻法则鼓励因主动通报，增加防疫工作的可控性。针对小巨蛋伫防疫期间举办大型活动，黄珊珊表示，会请捷运公司甲厂商协商，调向取消还是延期方式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互日本和韩国正做重灾区。根据上新的消息，南韩今仔日搁加813例，地区确诊的总数已经有3150例。那日本台北地区嘛出现头例确诊，仙台一个70岁查甫人是进前宣召公主号的乘客，原本这采检是阴性，结果当厝9天了后却确诊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国际在传，全世界超过8.5万人确诊，超过2900人死亡，外面60国着济。美国也传出有社区传播的感染，另外嘛有风声讲，伊朗实际死亡人数恐加比官方的数字搁加6倍以上。世卫组织是已经把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风险提升到上关级，最后是讲这毋是大流行。武汉肺炎疫情像失速列车真实版快速伫国际摊开。世界卫生组织日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风险自原本的悬调升到非常悬的相关等级，也毋过犹原无认为目前处伫较会人传人的大流行阶段。Our epidemiologists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se developments continuously, and we have now increased our assessment of the risk of spread and the risk of impact of COVID-19 to very high
at global level. If we say there's a pandemic of coronavirus, we're essentially accepting that every human on the planet will be exposed to that virus. The data does not support that as yet. 虽然世卫组织坚持惊吓甲谣言藏污名化，这是防疫上大的敌人，也毋过也强调全球拢总有20种疫苗，才来进行研发。也毋过国际间200，各有几个国家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其中无过1天，新增加3例确诊，而且全拢有意大利、鲁有数。美国已经突破60例确诊。上新伫奥勒冈甲加州的2件确诊，拢对查未到感染源头，出现社区传播现象。意大利确诊病例即将突破900人，超过20人死亡。同款沦陷的瑞士，礼拜宣布3月15日进前禁止1000人以上的活动。Vous annoncez que le Geneva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est annulé, mais la santé de tous les acteurs de cet événement incontournable reste notre priorité absolue. 同款受到影响的伊朗官方礼拜公布的死亡人数有原停伫34人，也毋过根据无具名的伊朗卫生人员向 BBC 表示，伊朗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10人，甚至达到1400人，也毋过全拢互伊朗官方否认。记者综合报道。连假第2日，高速公路是出现上北的车潮。目前国道5号头城到平南北向路段时速无到40公里，按算的一路塞到半暝。另外，伫咧天气的部分，礼拜日会有风面通过，东北风会变强，过道天气会变甲真无稳定。28连假第2天，国道北返出现车潮，为高公局时速显示图应看到，国道1号甲国道3号未少路段拢是车侪进行，国道5号头城甲平南北向路段是道起塞车红灯，时速无到40公里，按算的一路塞到深暝。国道的部分，那主要就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湖口路段。那另外我们观察是国道3号在这个关西这附近也开始有比较多车。不过目前主要就是在从这个头城到坪林这个路段，就是也说就是雪隧的这个路段比较多车，大概晚上会塞得比较晚，到10点多这样。根据高公局预估，29国道交通量10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1.2倍，其中北向交通量56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3月7日路南车潮未亲像前2天多，也是以北返车潮为主。其中国5北上会为早起9点到10点开始出现车潮，西半部北上车潮是为下晡3点开始。各个西里甲保盐系统、南屯到后里、新竹系统甲德北、各山的关西甲大溪、大山甲香山、竹山到中兴、雾峰系统，甲国5头城到平南，拢是地雷路段。以西部国道来说，大概在下午3、4点左右北上的会开始比较多车。那主要包括像国道1号在这个西螺路段，那这个新竹到湖口这边，那国道3号像在雾峰、快关这一些路段，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北边那个关西。伫天气部分，气象局预估，礼拜2休假日会有方面通过，再加上东北风增强，风量增加，中昼过后天气会较无稳定。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甲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是透早较凉，家己以北低温差不多16度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日夜温差有10度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南平公路在过半月开放以来，就发生28件的车祸。昨头摆进行交通违规的处理，一捆头就罚141站的超速和汽机车的噪音。不过不幸的是，伫咧连假期间，又搁发生死亡的车祸。东向机车冲出路边，19岁骑车的人送医不治。这名骑车的人礼拜计划到过了10年才重新开放的南行梅山口天地段，却伫进入南平公路了后发生交通事故，疑似超速下坡路段失控自撞，而造成这件伤亡。南行梅山口天地段顶个月1月13开放，已经吸引超过6万人前往。伫这件死亡车祸前，其实1个半月来也发生28件车祸，是往年的1倍以上。沿线居民本来毋望游客带来商机，想袂到车祸甲乱伤也真多。进到这个路段，他们没有减速的话，就有可能很容易跟当地的老年人口发生擦撞，或者是说他们的声音过大，过去老人他会吓到。我现在都载得过啊，无停车好，蹦桥，才袂吵着。警方为此伫283天连假，头一摆联合环保监理单位针对南行正向交通稽查甲违规处理，礼拜第1天就开罚141件。共取缔大型重机车超速24件，
一般汽机车超速共129件。那机车噪音超过标准除息在检内共有3件。尤其造成噪音的改装排气管当场被拆，气瓶拢化好。警方也呼吁前往南平的汽机车经过社区应该减速慢行，避免超速甲噪音，也唔通为了欣赏风景，伫禁止路大停车造成车祸。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甲全台湾唯一研究用的原子炉，用来治疗头骨癌和脑癌的患者。进前就有一个对西班牙来的负责人来台湾治疗了后，伊的细胞瘤就缩小。那这项技术，目前全世界敢若日本和台湾会晓做。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妇人，过去因为脑瘤捌接受过2届开刀，毋过搁再复发。来台湾经过评估了后，确定适合进行膨中子的疗法。在进行第2届照射了后，已经顺利倒转去西班牙。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可以执行这个硼中子捕获治疗，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台湾。那台湾呢，到目前大概已经治疗了120多个病人，那主要呢是在这个头颈癌还有脑瘤。治疗的个案当中，1/3是脑瘤的个案，其他2/3是复发头颈癌的个案。那治疗的成效几乎都有超过1半以上的一个反应的这个改善率，所以对于这个临床上面一些复发之后的病人，其实确实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改善与协助。清华大学指出，所谓的硼中子捕获治疗，就是先甲病患注射含硼的药物，等待药啊积在肿瘤部位了后，搁再利用原子反应炉去照射，硼中子掠到反应所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就使有效杀死掉肿瘤细胞。硼中子捕获治疗呢，最大的特殊的地方什么？它就是标靶性，意思讲说，我们让这个放射线中子去照射到这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它只会去把癌细胞杀死，而对健康细胞的影响降到最低。清华大学表示，目前这项的疗法除了会使治疗头颈癌、跟脑癌以外，未来还会发展肝癌的治疗，嘛会透过甲较侪病院的合作，互这做研究用的原子炉发挥个更较大的功效。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又是歹，听你电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17度到25度。中部地区19度到28度，南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19度到28度，离岛地区14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